高雄爱河、高雄流行音乐中心、高雄火车站、美丽岛捷运站，全拢点着粉红红色的灯光，因为韩国女团 BLACKPINK 10月18、19两天将伫咧高雄举行亚洲巡回头一场演唱会。也毋过，高雄各大旅馆甲饭店的价销已经起到6000块到1万块不等，所以有侪游客转来台南订房。高雄已经没有房间可以选的话，然后房价又很贵的话，其实我会选择来台南，搭个火车大概40分钟就到了。台南的观光景点非常多人，然后另外是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想要来台南玩，那所以呢就去搜寻了一些台南的饭店的房价，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台南的房价好像比先前也稍贵了一些，而且很难订到。10月份总共有3摆连假，根据着观察，前2摆是以亲子家庭为主，到这礼拜虽然是唯一无连假的假日，也毋过除了 BLACKPINK 演唱会10月17号开始，伫安平嘛有龙人节活动。高雄甲台南之间有台铁兼高铁，交通非常方便，去因的拢是少年族群。尤其是连假第一天，大概都有到98%甚至满房的状况。本周的住房大概有到95%以上。咱属实讲，咱台南的旅宿业有哪有一寡外溢效益啦，就是当高雄，为着要佚佗，嘛会当听演唱会。这行程会当较丰富，选择咱台南来做住宿安尼。高雄含台南地区共同迎来演唱会10来商机。观光旅游局针对最近的房价表示，这一站只是依照市场机制，嘛提醒业者袂当乌白起价，小保官嘛会定期巡查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